面目带，一朝面包客栈，片面话，行业面的都能看到片面话，那边多，来咯，那边。种族海盗，那前面一个是要懂的，种族，海盗，海盗，我那叫moon。我到9梦怎么样？来咯，那边，都种族海盗，我到9梦怎么样？来咯，那边都那个石头掉下来都。种族海盗就是打着哪个？我到9梦怎么样？就是忙，就是东部苗语的。东部苗语，忙，忙就是这个忙，忙就是很细，就是变细了，就是这个忙。还有这个苗语歌曲忙，还有2个，一个是流氓的忙，一个是这个忙。它歌曲里出现2个这个字，这个忙呢是诗忙就是诗歌，诗忙这不是流氓的忙啊，诗忙这个是忙呢就是细的意思，所以说苗语歌曲就出现了这2个字，这2个对唱出现了这2个字，这个就是个忙字，忙就细的意思，就是来咯那边都种族海盗，我到就梦怎么样？就是变很细碎的意思。忙，在东部苗语这个就是这个忙，流氓的忙不是流氓，它是诗忙，古代不是诗歌叫忙，诗忙这个忙2个对子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